请。之前单贤弟曾经嘱咐过，让我路过紫庄前来拜贺，可未曾想到今日遇到伯母过世。贤弟，伯母是因何而故？哎呀，二哥，我娘以前身子很好，1个月前突然患了重病，我一直陪在床边，哪儿都不敢去。可谁知道前些日子她突然心口疼痛，我去请郎中来救的时候，没救过来，就……兄弟，节哀，保重身子。禀告庄主，啊，董员外前来吊唁。董员外，你让他在偏殿先等一等。1个月前得的病，这可是黄冈被劫之时。二哥，黄冈是……没什么，没什么。贤弟，伯母什么时候安葬了？我娘为我耗尽心血，咱们当子女的应该恪尽孝道。我准备给她办一个7七49天的水陆道场，好让我娘早一点回归天际。好了，贤弟，到时候我一定会来送伯母一程。谢二哥。禀报庄主，连云庄少庄主前来吊唁。哦，连云庄，那你让他跟董员外一起先稍后吧。是。贤弟这儿白事正忙，我就不打搅了，告辞了。二哥，再坐会儿吧。不坐了，保重身子。我送送你。别送了，别送了啊！二哥慢走。这，玉，尤母去世，尤俊达虽穿重孝，却无悲戚之容。和我谈话神色紧张，莫非其中有诈？不能这么马马虎虎的走了。哎呀，干娘，我穿这身衣服热死我了。哎呀，你别说，娘，您装的可真像，把那官差都给糊弄过去了。走了。我这是看在你和我儿阿丑劫财为民的份上，不然的话，我绝不会这么做。那是。庄主啊，不好了，快穿上吧您，秦城又回来了。了不得了！哎呦，我得赶紧再进去，让我再进去。二哥，你又回来了。啊，方才来时不知伯母故去，没有带祭奠之品。我上街买了一些香客纸马，带愚兄到灵前敬祭。哎呀，你看二哥果然是名不虚传啊！快，二哥再请进。好，贤弟，最近山东发生了一件大事，不知贤弟知道吗？小弟知是不知啊？小弟不知。6月23日，靠山王小令押送黄冈。今至小孤山长夜临时被人劫了，战败大太保罗芳，砍伤二太保薛亮，劫走黄冈48万两。此事震动山东，妇孺皆知。难道贤弟没有听说过吗？48万两银子，谁这么大胆？疯了吧？哎呀，二哥，你看，前些时日我母亲大病，我是衣不解带，在床边侍奉。之后母亲病故，我又忙于办理丧事，这你也看到了，我连庄口都没出去过。这种事情我怎么能知道呢？贤弟有所不知啊，靠山王为了此案，下令各地方官员1个月之内将这响马捉拿归案。
为妻者斩首。历城县令徐有德也出于无奈，请小弟出头。我也是迫于无奈啊，不知贤弟能否为我指条明路啊？我给你指条。哎呀，二哥，不，小弟虽然做了几年小瓢把子，可是我早已金盆洗手不干了，从来都不过问绿林之事了。因此，小弟实在不知，没法治，还望别过。得，既然一无所知，告辞。我送你，二哥。来，二哥。来，二哥，请。二哥呀，二哥。来，走。戏不错，戏，二哥演什么戏呀？看什么看？看刀！上！哎呀！他娘的，让老子睡着！上！哦，快，哥哥劈脑袋！哎，兄弟，重来，没机会了！哎呀，哎呀，哥哥，这第4招叫什么呀？飞虎麻帅，名字起错了。那应该叫啥？飞虎砸人啊，应该。他娘！这可怎么好啊！气死我了！二哥，我娘哭了，我们娘哭了，我们娘哭了，气死我了！你们俩先起来，快去吧。哎呀，别拍我鞋，哥哥！真闷热！娘，别哭了，娘，儿错了。你又惹什么祸了你啊？我养你这么大容易吗？你到处惹是生非啊！你怎么又得罪了俊爷，让他到处追杀你呀？你气死我！气死我了！我气死了我！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！你怎么一点都不像你的爹呀？你忘了吗？你爹啊是在马鸣关战死的，他是个战死英雄，你忘了？你怎么就一点不像你的爹呀？我得好好教训教训他。哎呦娘！老妈妈，好，快息怒。好了，息怒。老妈妈，您刚才说他的父亲是在马鸣关战死的，对吗？那还有错吗？他名叫程有德，当初就是在马鸣关作为副官，他在关前战死的。你忘了吗？你爹这一死，撇下咱们孤儿寡母啊，无依无靠啊，那叫。
才流落到这恶县来呀！好不容易把你养大成人，你怎么就这么不争气啊？你这性子怎么这么干柴烈火呀你啊？你得罪人家官爷，你说我老身如何是好啊？老妈妈，你可曾记得，这马明官有个叫秦仪的人？秦仪，对，他在马明关是位英雄啊，大帅呀！啊，那跟我丈夫生前那是800兄弟呀，怎么？老妈妈，您可知道，那个秦仪有个儿子，他叫秦琼、秦叔宝，他的乳名太平郎，都是我给他取的。干娘，干娘，受孩儿一拜。干娘，我就是太平郎啊！哎呀，哥哥，是你呀！干娘，哥哥，我是阿丑哎，哥哥，我是阿丑哥哥。别动，这胡子遮上了。跟小时候一个样。哥哥，年轻的小时候在关城亭一起玩的时候，记得吗？当然记得了。哥哥，想死我了。阿丑，干娘，朱老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你看我这家团聚了吗？我找着哥哥嘞！哎呦，想死我了，我的哥哥哎！咱们一家人久别重逢，我当弟弟的先干为敬啊！既然是一家人了，兄弟我就不瞒着哥哥了。哥哥，那黄杠没了，已经分发给山东灾民了。二哥，事情已经犯了。虽说咱们是一家人，可我也不能让你为难。要杀要剐，小弟任凭处置。哥哥，黄杠是我劫的，人也是我打的。兄弟，我去认账。哎，傻儿子，你又想干什么呀？啊，儿命大，进去2天，睡2天就出来了。弟弟，哎，你有所不知，只要你们俩被抓了，依着靠山王的脾气，就是斩立决。平郎啊，干娘啊，就生了这么一个儿子，他要是有个什么好歹呀，干娘就没法活了。干娘，莫急莫急啊！干娘，只要有我在，我定不会让这2个兄弟担任何风险。啊，二哥，你这话的意思是？我自有对策。平郎啊，今后你得好好的教训教训他啊！你看你哥哥都吃上官粮了，是，你得好好的跟你哥哥学，不能老是在外头啊惹是生非的。我跟哥哥学，不在外面惹是生非。哎呀，我小时候我娘跟我说过，当年她带着我逃离马明关，四处流浪，幸好遇到了干娘收留我，要不然我今天这条命肯定没了。哎呀，干娘，放心，这案子到了我秦琼这儿，就算是了了。
干娘，您放心啊，我官司两道，有的是兄弟朋友，他们绝对不会为难我，他们会给我面子的。啊，二哥，此话当真？哎，哥哥说出来的话自然当真。哦，那是。干爹，哎，干娘，干娘，白疼你呀！干娘，来呀，来呀，当真就好啊！来呀，二哥，多谢。干娘，我得回去复命了，改天有空再来看你。这事儿你就放心吧。一路走好。告辞。送送。哎，干娘，啊别送了。啊，二哥保重，保重，二哥。保重，二哥。那兄弟啊，我二哥好人呐，做事儿仗义。仗义？何以见得呀？你看这么大的事儿，他三言两语就把这事儿给办了。要是换别人，咱们兄弟俩的脑袋就要掉了。哎，兄弟啊，哎，冷笑什么？二哥，哎，有句话怕你不爱听啊，你呀，看错人喽。哎，兄弟啊，哎，这此话怎讲啊？啊？你看，咱们劫的可是靠山王杨林送的黄冈。方才秦琼说，这案子到他那儿就算完了，就连济南府大帅唐弼也不敢这么说呀。你是说我秦二哥在吹牛？哎，这可不是吹牛，这叫稳军之计。他想先稳住咱哥俩，方才碍于咱娘的面子，不方便拿咱们。等回去禀告官府之后，差别人来办这个案子，岂不是更好？我哥哥不是那种人。是不是那种人，咱还得两说着。俗话说得好，人心隔肚皮，做事两不知。别看你们两家以前不错，如今事过境迁，事情总有个变，咱不能不服。能吗？不能吧？能不能的，我看还是暗中派个人盯他一下，看看他究竟有如何动静。哎，不知哥哥意下如何呀？好吧。朱能，哎，在。庄主，我命你赶紧追上那秦琼，暗中跟踪他，有什么动静随时回来禀报。是。去吧。二哥，樊兄，怎么样？可查到进展？不瞒大人，毫无进展。秦馒头，秦大爷，你有三头六臂，能为人所不能为，请您务必要查出这丢失的黄冈。唐大帅说，如果交不出黄冈，就拿我治罪。我的人头可是您攥着呀。再说了，山东72堂官也难逃此劫。我上有7旬老母，下有半大孩童，秦大爷，你一定要救救我呀！是二哥，你就帮帮忙吧。你要是不往的话，手底那些捕快也都跟着遭殃了。哎呀，来，快起来！
叔宝。哎，娘。叔宝。夫人。啊，夫人。刚才你们说的我都听到了。叔宝啊，徐知县为官不义，又有过对你提携之恩，他都这样求你了，你要尽心竭力的为他分忧才对呀。娘，我懂了。大人，我叔宝定会竭尽所能。多谢夫人，多谢秦大爷。不客气。天不早了，二位也早点回去歇息吧。叔宝，去送送。好嘞。不必了，我们自己能回去。秦大爷，此案就拜托你了。娘，不早了，孩儿扶您回房休息吧。走。来。哥哥，哎，朱能啊，是日行千里，夜行800，人送绰号千里马。这个时候，应该已经到了秦府。哎呀，比我的乖乖猴跑得快啊！哎呀，那是，还厉害，还厉害。哟，玉儿姑娘来了。玉儿姑娘，来，请坐。现在情形怎么样了？啊，我听说这官府已经到了汝南庄了。不过庄主放心，我把剩下的粮食都藏好了。这事儿也巧，查办此案的人正是我的哥哥秦琼，秦叔伯。他是你哥哥啊？你们认识？有过数面之缘。你皱个眉瞪个眼做什么呀？啊，就这点事儿，在我哥哥眼里那就不是个事儿了。你看你哥哥，我这不是这2天眼睛疼吗？哎，玉儿姑娘，我也不是不相信二哥，但是咱们这个案子的顶头上司是杨林，恐怕二哥也不好办吧。以我对秦大哥的了解，他应该不会为难庄主。为难不为难的，咱们还是等消息吧。我已经派朱能打探去了。来，啊，娘，水温还合适吧？合适。啊。娘，世信呢？世信这孩子啊，可听话了，早早的就去睡了。好，睡了就好，听话就好。叔宝，你怎么了？娘，我今天办案的时候，你猜我遇到谁了？谁呀？我父亲当年的副官程有德，你还记得吗？那哪能忘了？我遇见他的夫人和他的儿子，也就是我的干娘和我的干弟弟程咬金。你果真看见你干娘和干弟弟了？娘，您别担心，他们过得好着呢。他们程家对咱们秦家可是恩重如山呐，你一定要带我登门拜访他们母子俩啊！娘，您放心吧。太好了。娘，从明天起，我有一个大案子要办，得离开家一阵子。孩儿不孝，不能在家里伺候您了。叔宝，你有公务啊，你就去忙吧。你一定要尽心尽力，家里有我和世信呢，相互照应，你就放心去吧。对了，娘，银子我搁在桌子上了，别舍不得花啊。知道了。
还有啊，我跟反虎兄弟说过了，家里有什么事办不了的，你让世信去找反虎兄弟，他一定能帮到忙的啊。你说你这孩子，你娘都多大岁数了，有什么能难得倒你娘的？娘，不早了，睡吧。你也早点睡吧。好嘞。娘，啥事儿啊？没什么事儿，睡吧，啊。我秦琼是官道中人，查清此案的真相是我的本职。如果真如姑娘所说，这些人干得如此义举，秦某哪怕是丢掉了官职，也会成全他们的英雄之举，绝不会做那些不仁不义之事。秦大哥，这是干什么呀？先别问那么多了，赶紧带我走。来。一边是我父王，一边是穷苦百姓，最重要的是中间还夹着一个秦大哥。眼看期限马上就要到了，他该怎么办？秦大哥，两位贤弟，这么早前来，有急事呀？是啊，我出门办个事儿，天色尚早，我就不想去打搅玉儿姑娘了。两位贤弟，麻烦把这封信交给玉儿姑娘。大哥，请放心吧。大哥放心。对了，我不在的时候，好生照料玉儿姑娘，有什么事情多多帮她。大哥放心。大哥放心。好，告辞了。大哥慢走。慢走。走了。且慢走。
这位大哥，什么事啊？这位大哥，小弟有个不情之请，想请大哥帮个忙。当然，银子少不了大哥。那你说吧。可否借你胡子一役？给老子听好了，老子就是劫了黄冈的程达。6月23日，就在那小孤山长叶林，老子拎着这把斧子，只可惜呀，这狼多肉少，这银子一分，便没了。所以今日老子来到登州府，就是要问杨林老儿再要上几10万两银子花花，听见没有？走了。快去报官！快去报官呀！玉儿姑娘，我有急事要外出多日，不能亲自送你去寻亲。你写此封书信去历城县找我兄弟樊虎，他自会护你前去寻亲。经此一别，后会有期。玉儿姑娘，我亲大哥信里都说了些什么呀？这信中并未透露。那姑娘为何如此担忧？是不是我秦大哥遇到什么难处了？现在还来不及细说。两位哥哥，可否帮我找一匹快马？当然，跟我走。来，跟我来。走开！为什么跑啊？啊！站住！躲开！我就是劫黄冈的响马程达。杨林老二，出来！1个月的期限已过，各府衙门可将那程达抓捕归案呐！回禀父王，那程达仿佛消失了一般，不见了踪影。胡说！这么大一个活人，怎么说消失就消失了呢？啊，是不是你们想找这种荒唐的借口敷衍本王？来人，将我方薛亮2人推出去斩了！是。报！禀王爷，响马程达正在徐家老店前大闹，说是管王爷要银子来了。真是有不要命的啊！求父王给我2人一次机会，让我2人戴罪立功，我2人定能将他捉拿归案。都给我去吧，捉拿响马！哎，想必你就是杨林吧？上次那48万两黄冈不够老子花的，一花没了。今儿再到登州问你要点，拿出来给爷爷。这就是那个程达。拿下！走开！走开！谁敢过来？杨林，你要是不给我的话，
老子就砍了你的脑袋！有本事你来砍我的脑袋呀！啊！那老夫今天倒要看看，阎罗王给了你几个胆子，竟然敢在老夫面前撒野！拿下！你呀，就是怕死，说你还不爱听。人家秦大哥为了朋友连家都不要了，你告诉我你是去还是不去？哥哥，并非兄弟我怕死，只是那登州城铜墙铁壁，人马众多，没有老杨林驻守，我怕咱们去了，救不了二哥，反倒搭上性命。你呀，就是怕死。来人，把我的国文环给我抢来！朱能，排查备马。各位朋友，讲义气。尤大哥，玉儿姑娘，你来的正好，我们正准备去登州救俺哥哥。秦大哥去了登州？对啊，他冒充我去登州顶罪去了。我跟你们一起去。好，好，走。行。放开我！我这个，哎呀，放开我！走！跪下！跪下！大胆成杂！同伙还有何人？贼穴现在何处？今日搅闹登州，来了多少响马？赶快从实招来！我告诉你，这天下百姓都是我的同伙，这大隋9省都是贼穴。今日老子来，带着千军万马，就踏平你这登州府，活捉你这老匹夫！来人，把这个罪犯推出去，斩了！放开我！起来，走！老匹夫！前面便是登州府了。那就快点走吧，赶紧把程大哥救出来。莫急，登州府现已贴上通缉令。你二人若是这样进去，会很容易被人发现。不如我先进城打探一下消息，到时候咱们再一起行动。玉儿姑娘，此话有理。不过，你一个姑娘家，有某不放心。哎呀，那万一出点什么事儿呢？还是一块进城吧。啊！两位哥哥放心，若是真想救出秦大哥，就安心在此等候。我玉儿定会保秦大哥安然无恙出城。玉儿姑娘，哥哥，哎，如此甚好。玉儿姑娘，那你放心前行，我要等在此等候。只是一切要多加小心。好，那玉儿就此别过，保重。保重，保重。玉儿姑娘，要是有人欺负你，赶紧回来找我老程啊！啊！
天大的喜事啊！二弟，你们看看，谁回来了？玉儿，你回来了。为父就知道你没死。玉儿让父王担心了。回来就好啊。玉儿妹妹能回来，真是老天爷保佑啊！好了，咱们回书房细细说吧。啊，走。玉儿，这些天为父替你着急呀，你跑到哪儿去了？怎么就不知道回家呢？父王，此事说来话长。我记得我从宫中出来之后，坐上一辆马车，经过一条山路，突然就听到马的嘶鸣声，连车带人就一起滚落山崖了。我的头部被撞了一下，什么都记不得了。那你再好好想想，是谁护送你出城，竟出此大祸？玉儿不记得了。等我醒来之后，就到处流落。后来渐渐的，才想起来自己是谁，这才赶紧回来。父王，可能是女儿由于头部撞伤的原因，所以有些事情到现在也记不起来了，只记得当日进了宫，再后来就是滚落悬崖了。父王，我听人说，如果人的头部受到剧烈的撞击，确实会出现像玉儿这种情况的。撞没了。玉儿啊，没关系，现在回到家了，有为父和几个哥哥，你呀好生调养，慢慢的会好起来的。父王，玉儿还有一件事。报！王家。刀斧手已就位，请王家下令立斩成达。父王，此人不能杀。父王，我刚才经过那银安殿，看到那被绑之人，他曾经舍命救过我，绝不是什么坏人。此话当真？当真。可他犯的是劫黄冈的大罪，不可饶恕。父王，女儿被他解救之时，心中已经暗许，今生非他不嫁。玉儿，你怎么会喜欢上这么个土匪莽汉呢？父王，那不是他的本相。要真如你所说，他是一个正人君子，那我倒要多试一试他。谢谢父王。奉王爷口谕，将人犯带回殿内。是。不行啊，咱们得立马进城啊！来，哥哥，这都多少个时辰了？啊？早该有回信儿了。叶成，那哥哥，咱就进城会会老杨林。不过，咱俩势单力薄，一定要切记保重。好，听你的。秦琼，你既然是朝廷的四品命官，因何扮作响马，搅闹登州，自称成达？回王爷，
只因为这48万两黄冈被劫之案，王爷斥责了山东72家堂官，责令其1个月之内将降马捉拿归案，为期就严惩不贷。这徐州县令徐有德出于无奈，才要小人出头的。你既是受人所托出头，怎么会自己变成了降马呢？这劫黄冈的降马，无影无踪，无处可寻，无处可访。眼看王爷所期已经将近，这72家堂官性命之忧，小人才想起了染面涂须，假扮程达，来到登州送死。大胆秦琼，那你就不怕死吗？蝼蚁尚且贪生，更何况人？只是小的再三想过，才来送死的。啊？那你说说，你是怎么想的？回王爷，这其一，秦琼自称是降马被王爷给杀了，王爷就能出一口恶气，也就不用追究这72家堂官之责。我这一命能够抵上好多人的性命，也算是值当。第二呢？其二，受人之托，理当尽力。我这一死，也算是报答了徐县令的相邀之恩。那第三？其三，当年我秦琼受母亲之命为朝廷出力，我这一死，也算是对母亲尽了孝道。王爷，今日我秦琼在王爷面前撒了野，犯了不赦之罪，王爷治罪吧。你这一举倒真是忠孝两全，着实难得。按你所做，理应处死。不过现在念你一片孝心，本王免你一死。多谢王爷不杀之恩。免礼，平身。王爷，小的不敢。尚有何事啊？近日王爷赦免了小的之罪，小的想请王爷宽恕这72家堂官吧。棋牌长张德在，传我口谕，小谕山东文武官长，捉拿降马，务要认真，但可容其缓宪，不究失职之罪。是。秦琼，再谢王爷。秦琼，你起身说话。本王有件事情要问你。秦琼，你家中还有何人呢？回王爷，家中有我老娘和一个傻兄弟罗世信，总共3人。你父亲呢？家父在19年前已被仇人所杀。19年，你可知是何人所为啊？那时秦琼尚幼，记忆尚浅，已经不记得了。不过我娘说了，这仇人已经不在世了。今天看你出手，就感觉你手上的斧子不是你的顺手兵器。本王问你，你善使的兵器是什么？是剪。拿剪来。是。王爷，献丑了。
监法使完了。好，好个秦琼啊！哥哥，事到如今不能埋怨谁，只怪兄弟我有眼无珠，对二哥以德报怨。现在月儿姑娘又生死未卜，我看咱兄弟俩今天就拼一回吧。就咱俩行吗？不行，咱俩就战死在这登州城外。兄弟，我回庄叫人去。哥哥，回也应该一起回，可是已经来不及。拼了！兄弟，怎么拼啊？既然咱们在这城外，按规矩应该骂阵。怎么骂呀？就跟咱上回结拜一样，我骂一句，你骂一句。老贼杨林，老贼杨林，爷爷我就是劫黄冈的尤金啊！对的，他是尤金，尤俊达。他是程咬金。今天我兄弟二人就是要会会你，尝尝你的那对囚笼棒，尝尝囚笼棒啊！老贼的兵器。老夫有一事和你商议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王爷所说何事，请示下。老夫我自幼投军，跟随老主一统天下，创立了大隋朝10万里锦绣江山，为朝廷殚精竭虑，未曾娶妻，故我收了12个义子，号称12太保，还有1女。老夫很中意你，意欲收你为义子，做本王的13太保，不知你应允不应允？王爷，报告王爷，劫黄冈的响马程大和尤金带领人马杀进来了，现在正在午门外挑衅，请王爷明示。孩儿们，在，擂鼓出殿。是。王爷请息怒，这区区2个响马，王爷何必亲自出马？不如让秦琼替王爷一战。你可有把握？回王爷，秦琼一定会尽力戴罪立功。好，本王就令你单枪匹马前去迎敌，把你浑身的解数都使出来。遵命。老吁，来者何人？兄弟，这是杨林吗？那么年轻，难道跟传说中不一样？大哥，你先上去会会他。不，兄弟，还是你去吧。不是哥哥，你先用这大斧跟他正面交锋。还是兄弟去吧。不是哥哥，你跟他正面交锋，我从侧面看看有没有时机偷袭他。还是哥哥偷袭吧，这样稳妥。不是哥哥，你这个宣化大斧适合跟他正面交锋，我这五谷托天叉适合偷袭。快去吧，来不及了，快！这呀！二哥，两位兄弟，到对面林子等我有话跟你们说。莫跑！这。二哥，两位贤弟，二哥，没事吧？没事。二哥，余弟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，暗中派人跟踪你至登州，方才知你是为我二人去顶罪了。二哥，余弟心胸狭隘，暗藏鬼胎，还望二哥责罚。防人之心不可无。贤弟这么做也情有可原。来，起来吧。多谢二哥。二哥，你替我们去顶罪，为何会带兵出来呀？此事说来话长，下次再跟你们说吧。两位兄弟，这个案子到今天为止，就算是了了。你们两个
就赶紧回庄，不可再惹事端，啊！玉儿姑娘，玉儿姑娘，是二哥，玉儿姑娘说有办法救你出城，可是，在我们去之前，她一直没有回来。行了，你们俩不用操心，赶紧回庄吧。玉儿姑娘，我自有办法。哥哥何时回家呀？9月初9，我娘60大寿之时，我定会回家。那二哥，9月初9，咱们山东见。我们兄弟一定给伯母去拜寿。行。老程，我一定给干娘备份厚礼啊！有金城的，快出来受死！哎，不是，哥哥，对，稍安。好了，告辞。驾！保重，二哥。王爷，小的无能，让响马给跑了，请王爷治罪。胜败乃兵家常事。当日罗芳、薛亮2人合力，尚且敌不过那响马，今日已经单枪匹马将那响马击败，你已经算是成功了。这是本王送给你的龙披，从今往后，你就是本王的13太保。你可不要小瞧了这龙披呀！凡大隋9省文武官员见此龙披，如见本王。你拿着它，不管是土豪劣绅、各地小民，占山为王、落草为寇者，都有权先斩后奏。多谢王爷。是义父。哦，对，义父。你拿此龙披，务必继续追查黄冈被劫一事。这龙披象征着我大隋帝王，千万不可丢失或损坏。如若丢失或损坏，那将是犯下了杀头的大罪。军令如山，就连本王也保不了你。你记住了？孩儿谨记。收兵回城。怎么会跟程咬金、尤俊达认识，而且还来登州救我？只是不知道玉儿现在身在何处，我得赶快找到她。您这边请。青琼拜见王爷。叔宝。我带你去见一个人。你的旧相识。哦。玉儿啊，看看是谁来了。秦大哥。玉儿姑娘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这是我的家呀。这是我父王。这么说你就是郡主啊？正是。秦大哥，当初只因我四处流落，不便说明真实身份，还望你见谅。没事儿，我懂。好啊，今日我杨府是双喜临门啊！我的女儿玉儿回来了啊！现在我又收了秦琼作为我的义子，本王的13太保。玉儿，你认可吗？认可。好，
哎，对了，赶快通知宫里，这皇上以为你跌下悬崖，已经香消玉殒了呢。父王，女儿才刚回来，晚些报也不迟。好，好，好，依你，都依你。谢谢父王。对了，秦琼，赶快跟本王说说，当日是如何救我女儿的。义父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，不值一提。随你游遍了沧海情江，情江。其实我最爱那金色池塘，水是忘情水，岸是有缘乡，细泪两心慌，同醉无商量。子非鱼儿亦非鱼，特地给你买的，明天就换。非鱼，柔情似水就能碧成霜。君若翱翔，我也去翱翔。相随，就是神话鸳鸯，鸳鸯伴我圆梦，随你归堂，可远可近，可远可方，在水一方迷失方向，很悬很醉，很妙很香，很悬很醉，很妙很香。可琴声百转千回，如泣如诉，似有不少心声想要诉说吧。秦大哥也还没睡呢。玉儿实在是感慨世事难料。身在官宦之家，今朝却不知明日事。何出此言？自新皇登基以后，高炯高大人离奇失踪，誉王杨素府上大火，忠孝王武建章遭满门抄斩，真不知道下一个会轮到谁。身在帝王家，应该见多了这些起起伏伏之事，心里早有准备。姑娘不必多虑，义父他对朝廷忠心不二，立下了赫赫战功，他不会有事的。但愿如此。秦大哥在想什么？我叔宝只是一个小小的马快班头，虽想继承父亲的遗愿，惩恶扬善，替天行道，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发现很多事情跟我最初想象的并不同，而且复杂了很多。有何不同？我走遍大江南北，见到的却是不断有人上山去当响马，
剿灭响马是我的职责。可是我越加发现，我下不了手。为何？如果世道太平，有谁不想过着安稳的日子？非要上那山，去干那些在刀尖上舔血的活计。我曾经见过一些响马，他们原本都是一些有才干之人，只是得不到朝廷的重用，反被陷害栽赃，最后不得不占山为王。说是当了响马，可他们却劫富济贫，救济灾民，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义举。响马从来就不是这个朝廷的正节所在，其正节在内而不在外。玉儿，你是如何认识这程咬金和尤俊达的？当初我是想为我父王查清黄冈一事，才得知劫匪乃是程咬金。可当我与他相识之后，才得知他的慷慨仗义，我便想助他一臂之力。那些黄冈乃是献给先皇的，可先皇已故，把这些黄冈交到百姓手上，也算是做了一件功德事吧。在理。禀皇上，讲。皇上，靠山王的女儿玉郡主并没有死，已经回到登州王府。袁成都不是报他已死吗？微臣该死，其中可能出了什么差池。玉郡主回来以后，杨林府有何异动？没有，属下听闻郡主是出宫之后从悬崖上掉了下来，伤到了头部，很多事情想不清楚了。哦，这么神奇。他说只记得进了宫，再想起来就已经坠下山崖了，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一点都想不起来。回去继续盯着。是。皇上，这可怎么办？如果杨林知道先皇另立遗诏，玉郡主又因此事差点丧命，以他的脾气，你没听见靠山王府无异动吗？可是杨林非忍气吞声之辈，至少可以确定，玉郡主并未提起遗诏之事。听皇上这么一说，倒也是。以杨林这种火爆的脾气，果真如此，他已经飞兵攻上长安了。这事有两种可能：一是玉郡主真的摔下山崖，摔坏了脑袋，失去记忆。医书也有这一类的记载。玉郡主深谙医术，这应该是他编出来的谎言，所以还有另一种可能。
皇上的意思，他根本没有失意，只是衡量利弊。他怕此事会给杨家惹来大祸，所以不敢说。可是，万一他忍不住说了呢？皇上，微臣还是派人去登州除掉祸患。不必，他现在不说，将来也不会说。现在去捉他，万一有所不当，引起杨林造反，得不偿失。皇上的意思是，不但不捉，还要重重奖赏于他，贺他大难不死，劫后余生之喜。聪慧如玉郡主者，定能明白朕的意思，绝不敢轻举妄动。皇上英明，皇上果然是深谙读心之术啊。你的心朕也能读。斩草要除根。别再瞎子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跟玉郡主的事情，你不忍心下手杀他，我才让李忠去除掉他。你竟然把李忠给杀了！现在玉郡主已经回到了登州，她随时有可能把公主的秘密告诉杨林。一旦杨林发兵长安，让我们全家族定无宁日啊！那就是因为你的儿女私情惹下的弥天大祸。父亲，你打死孩儿吧！你要知道，爹每次打在你身上，我的心比你还痛。爹知道你的软肋，爹曾经也像你一样，是一个痴情的男人。我也曾经为了儿女私情，险误大事。爹每一次痛下狠手，就是让你成为一个铁石心肠的人。只有这样，你才能闯过情关，无往不胜，成为一个真正的天下第一呀！父亲，孩儿不想做天下第一，孩儿只想要一个人，一个人的感情。父亲，不行！父亲，如果你还沉迷一个普通人的感情，你就会在双方对抗的时候，处处受制于人，最终你会死无葬身之地呀！你是宇文成都，你不是一个平常的人，你是皇上御赐金牌、横勇无敌、天下第一的宇文成都啊！大家都仔细点啊！这可都是宫里面御赐的贵重物品，要是有任何闪失，你们的脑袋都得搬家。罗大哥，啊，玉妹，这宫里最近是不是有什么动静啊？有，你看，这些东西这都是皇上御赐的，说是要庆祝郡主大难不死、劫后重生之喜。哎，父王没有跟你说吗？都小心点啊！玉儿，那我先去忙。
杨广如此行事，究竟是何目的？莫非是想告诉我，他不会对父王有所行动？对，他是想让我安心，不要把真相告知父王。杨广，你可真够狡猾！快救救我女儿！救救我女儿啊！救救我女儿！救人呐！禀父王，方才有一名老妇人击鼓鸣冤，说她女儿在登州府上香的时候失踪了。据那老妇人所言，那名女子年方17，是在挂牵之时离奇失踪的。又是一起。近日已有多起诉状，都说自家女儿无故离奇失踪。听说之前其他州县也都发生过类似的事情，没想到最近频繁地发生在咱们登州一带。我还听说，女孩失踪以前，常常有人看到一名身穿紫罗金衣的男子出现，此人最为可疑。既然已知是何人所为，为何不把他抓来呢？回禀义父，此人行踪诡秘，根本无人知晓他何时会在何地出现。更何况江湖上惯用迷魂之术，使被拐之人对其言听计从，旁人根本看不出来有任何异常，实难查证。事情果真如此，我倒有一个办法可以一试。王爷的意思是，找一个女子作为诱饵，引她出来，一举抓获。可是父王，咱们府上太保倒是不少，就不知道哪儿去找一个有胆魄、能做这种事的女子啊。父王，玉儿愿意当这个诱饵，惩奸除恶。父王，玉儿妹妹去，太危险了。玉儿，此事尚无十分把握，为父不能让你以身犯险。父王，玉儿曾流落他乡，知道有家不能回的滋味，所以玉儿想去解救这些女子。再者，我虽武艺不精，但是防身已经够用了。玉儿，这些女子至今下落不明，是死是活都不知道。哎，此行诸多凶险呐。玉儿心中有数，还望父王应许。好吧，那就依你。不过此行一定要多加小心，不得有半点疏漏。是，父王，玉儿还有2个要求。玉儿需要一些1000年的龙涎香，这种香可以解各类的迷香。此事不难呐。学亮，你速去库房将龙涎香拿来。是。玉儿还需要1个人相随，这样可以有个照应。万一要是发生什么意外，可以通过他报出消息。莫说1人，这13名太保都带上也无妨。父王，人多了反而会打草惊蛇，引人注目。机会就只有1次，若是惊动了贼人，再想抓可就难了。义父，叔宝愿请令，随玉郡主一同前去，保护郡主安全。叔宝，你武艺奇高，人又聪明，的确是最佳人选。你们2人此去一定要相互照应，多加小心才是。是。是。去吧。有什么发现吗？还没有。秦大哥，你别跟我那么急。
会影响到紫罗金衣的。你这样，在庙的出口等我，即使我被抓了，也会经过那儿。小心点。